在昆山科技大学郭一勤教授、策展人吴科义、台南社大台江分校执行长吴茂成的指导下，4间学校的学生分别完成了安顺寮排水线再生、鹿仔瑞港历史现场再造、护蟹公车亭、马沙沟旧港生态基地的专题研究。9日下午在台江分校 NGO 中心举办成果发表。这样还是红色的桃，红色的桃还可以挡住阳光，而且如果下雨的时候它可以遮雨。3步道，步道是后面的这一条，我们有分3种颜色：咖啡色、蓝色跟绿色。后面这个固定图，它是运用植物拓展所制成的。那这个呢，则是我们耗费的许多心血做成的模型啊、名字，还有一些图画的部分。那我们看到这边是我们直辖农村的再生。咱在地囡仔吼，来加入咱台江的历史现场甲文化路径，会当透过艺术甲这个专题学习定性来熟悉咱在地环境甲文化。今年上特别的是有咱尾沙沟中民国小，甲咱海淀国小小台江，以及咱和顺国中台江社、中原国小水水长安的这老师、家长、囡仔做伙来做咱这个罗巴水港的历史现场再造，佮有咱这个嘉南大圳这个护蟹公车站牌，以及咱安顺白居所的再生伫嘉南圳的再生议题，佮尾沙沟鱼港作为生态基地的设计。发表这天，郭朱芳、刘春南2位校长，还有安南将军区的代表，以及许多家长也都来到现场听取学生的专题研究成果。执行长吴茂成希望这些研究设计能够活化再现台江历史现场以及文化路径，进一步提供公部门作为政策参考。陪伴咱的囡仔加入咱的土地，可以当互因有一个真有知识的、有乡土的、有人文的、有热情的这个童年安尼。这是第11届台江旅游专题，而且理想嘛，毋望咱的政府会当来参考咱遮囡仔遐所提出来的空间设计，会当来作为咱的政策的参考，互因会当从小为故乡来做一个家乡设计，为家乡来做梦。他们的发想比如说刚刚看到第一个就第一个的简报就已经对了这个怎么样把太阳能板结合到这个公车亭里面这个都非常是务实的一个方向那也都可以提供公部门后续来做一个的发想那后续还有其他精彩的这个他们的各个领域的这个发表都非常有他们的见地。昆山科大郭一勤教授表示，台江流域专题研究人文营是一项由台江社大发起的共学机制。虽说课程是以国中小学生为主体，但实际参与者包含老师、家长、大学生，是项跨领域、跨年龄、跨地区的公民课程。这也应是公民社会概念下最直接的实践机制，未来势必成为国家体制重要的 DNA。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